我個心入邊咧，慢慢地建立咗一個畫面。我好希望我份工作咧可以幫小朋友冚被嘅。畢業之後咧，我第一份工作咧就係做兒童院舍，咁就真係喺一間院舍入邊做社工。其實呢一個嘅就係我覺得最親近到一啲最有需要嘅小朋友，佢最無助嘅時候，可以最貼心嘅一個嘅支援咯。我都相信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咧接受幫助求助嘅嘗試嘅 quota 唔多嘅，係因為我英國嘅見到啦，或者世界其他嘅地方啦，佢哋嘅一啲嘅認證嘅體制咧係好需要一樣嘢，就係佢哋本身資歷嘅認證。咁我好希望將呢一套咧都可以喺香港裏邊都讓到更多人知道有呢個認證體制。與此同時，亦都可以揾到要揾嘅人幫手嘅時候，都識得喺邊度揾。其實呢一段咁長嘅歷程咧，點樣影響到你自己對你自己家庭嘅睇法？可能我哋翻去自己生活嘅角色當中，其實就係只係需要做好自己嘅身份。其實都冇話專家可言嘅，而係翻去此時此刻，我真係凝望翻我自己嘅小朋友、我先生、我嘅父母嘅時候，我個角色就係要去做一個家人啦，做一個去體察得到其他家庭成員嘅困難，與此同時亦都去明白佢哋嘅需要。大家好，歡迎收睇 The Helping Dialogue 同行對話，我係 Winnie。The Helping Dialogue 係一個訪談節目，我會請嚟唔同背景嘅專業助人者啦，講下佢哋與人同行嘅初心同埋經歷。我亦都會請嚟一啲過來人咧，講下佢哋以前係點樣行過一段又一段艱難嘅路，而呢啲路咧有乜嘢人同佢哋一齊同行過。今集咧好想同大家一齊講下家庭。於是咧，我就請到一位家庭治療師啦，同大家一齊傾下偈。佢就係 Lucy 啦。Lucy 啊，你係一位英國註冊嘅婚姻及家庭治療師啦，你亦都係一位香港嘅註冊社工。你有大約18年嘅心理同埋家庭治療嘅經驗。你同時咧都係一啲溝通課程嘅講師嚟嘅，所以實踐同埋教學並重啦。其實喺你18年嘅歷程裏面咧，你都貫穿咗好多嘅家庭嘅情況。我自己咧就對一個人嘅起點咧係最有興趣嘅。你係幾多歲嘅時候，或者係咩情況下你發現，咦，其實自己對家庭治療呢樣嘢，你會想成為一個專業啊？我嘅起點要諗翻轉頭係成長當中啦。我爸爸媽媽之間嘅相處都有啲矛盾嘅。咁正正就係喺一個初小嘅階段嘅時候，我見得到佢哋有啲時候嗌交。作為一個小朋友，一直睇住佢哋嘅矛盾，其實好心痛，亦都好擔心屋企嘅狀況會發生咩事。咁慢慢地繼而咧，我都會留意下其實係咪得我係咁㗎？咁其他小朋友係咪咁㗎？我都會有個好奇心，或者係特別感受得到邊個小朋友身邊邊個小朋友係唔開心嘅時候，我就會走去同佢傾偈。發現到原來呢個世界好多人，仲有其他嘅人咧，係喺呢個困境當中，佢默默地望住父母嘅相處，然之後有好多嘅心路歷程係冇俾人聽得見。所以令到我慢慢地再去同唔同嘅人去傾偈，呢個成為咗我嘅習慣，亦都成為咗我嘅興趣地去關心唔同其他嘅小朋友。到我長大，跟住之後到中學嘅時候，幾個一齊傾偈，我都會有呢個嘅興趣去了解。跟住到慢慢初心就係到大個嘅時候諗緊我都對心理輔導都好有興趣，會唔會做心理學家咧？又好似未必係喎。我都想睇關係嘅，我唔係睇一個人嘅，我想睇關係之下發生咩事，所以我就開始咗讀社工啦。當刻我有個畫面喺個心入邊嘅，咁啱電視機睇到一啲嘅社工嘅角色係會喺兒童之家度工作，我個心入邊咧慢慢地建立咗一個畫面。我好希望我份工作咧可以幫小朋友冚被嘅。
呢個係我第一個畫面。咁就於是咧，我就實習我都會揀咗喺群育學校度實習，去幫一啲有住宿，亦都係同時間有學校喺入邊嘅一個環境。畢業之後咧，我第一份工作咧就係做兒童院舍，咁就真係喺一間院舍入邊做社工。佢哋小朋友放學翻到嚟咧，就會個個嚟去我間房啦，跟住然之後佢哋就會翻家舍食飯啦。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去溫習啦。咁我就會有啲時候佢哋有需要就出嚟揾我，又或者我會入去家舍同佢哋一齊食飯。到晚上嘅時候，咁佢哋就要上床瞓覺，咁可以滿足咗我呢一份嗰個可以同小朋友冚被嘅心喎。咁我覺得，哎呀，又真係有冚到被。係啊，但係唔係，當然呢個唔係最主要嘅工作。咁但係都有啲時間啊。其實呢一個嘅就係我覺得最親近到一啲最有需要嘅小朋友，佢最無助嘅時候，可以最貼心嘅一個嘅支援咯。呢個就係我嗰個嘅願景。你啱啱咧講到你細個睇電視劇講嘅兒童之家，同埋你畢業之後第一個正式嘅工作地點就係兒童院啦。咁兒童之家同兒童院有啲乜嘢分別㗎？係，其實兩個設定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如果兒童之家咧，就係有兩個照顧者啦，通常係一對夫婦嚟到去照顧住一間屋入邊嘅幾個小朋友啦，通常2對8或者有啲時候1對8嘅設定嘅。咁兒童院咧就係一個大嘅院舍，係然之後入邊有幾個家舍，跟住就係職員嚟嘅，職員可能我嗰陣時工作嗰個院舍就1對12個小朋友，咁佢哋個流程上其實都似嘅，都係放學翻到嚟就去溫習啊、食飯啊、瞓覺啊，都係呢個地方。咁有少少唔同嘅咧，可能就係通常咧就係一類小朋友咧，佢哋屋企嘅相處上邊咧，唔能夠留喺屋企，父母照顧唔到。例如咧，可能有啲精神狀況啦，或者係啲好複雜嘅家庭關係，唔適宜留喺屋企，或者留喺屋企可能都冇辦法去照顧得到嘅狀況，咁就需要去住呢類嘅情景啦。咁兒童之家可能係首選嘅，然之後可能入邊嗰個模式唔能夠運作得到嘅話咧，就可以考慮去兒童院舍啦。咁所以兒童院舍就係第二重會考慮放嘅地方嚟嘅。兒童院舍嘅小朋友咧，可以係3歲至到去18歲，或者係繼續續落去，可能20歲都有嘅。我記得嗰陣時，我係21歲嗰陣時大學畢業，第一時間就去照顧最大嗰個細路係有20歲，我嗰陣時仲要大佢1年。係啦，大佢1年。咁但係其實當然啦，所以你會想象得到佢同社會接軌其實好接近嘅嗰個年齡，去慢慢長大到一個地步，係要幫佢哋有佢哋入嚟住嘅唔同嘅需要，包括佢基本嘅3餐需要啊、照顧啊，去要返學咁樣去揀學校，我哋都要幫佢去一齊去傾學校去邊度啦。跟住至到佢慢慢長大嘅時候，佢點同社會去接軌咧？去會考放榜之後，我哋要幫佢揀科，跟住揀去讀乜嘢學校，又或者係真係返唔到屋企嘅時候，會唔會獨立生活？幫佢 set up 去申請到恩恤安置嘅時候 set up 呢間公屋單位，點樣去發展佢嘅人生咧？咁都有㗎。你喺港大嘅社工系畢業之後，你由21歲就入兒童院舍裏面去工作啦。你係喺工作咗幾耐喺裏面？我喺嗰度工作咗7年幾，係啊，跟住先至離開。哇！即係去到大約29歲，好黃金嘅10年都喺兒童院裏面工作。其實裡面有啲咩故事係令你好深刻，甚至會令到驅使咗你之後又去英國去深造？其實咧喺兒童院裏邊咧，我會發現，當我哋單獨去同照顧啲小朋友，去幫佢哋去傾偈啦，去令到佢哋去面對佢嘅日常生活，唔足夠帶嚟太大嘅改變。舉個例子，佢哋慢慢會接觸翻佢哋個屋企啦，佢哋有好多嘅情緒。究竟佢點樣去面對佢嘅家人咧？原來嗰條鎖匙從來都唔係淨係我哋單對單同個小朋友可以處理得到。我發覺原來係需要個家庭一齊幫手，要解決到佢哋嘅困難，我哋都需要邀請佢家長一齊嚟到去合作。去望清楚家庭關係入邊點樣可以揾到嗰個出路，咁就正正係咁樣，我就去咗讀咗第一個嘅 master， 就係喺中大裏邊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嘅一個 master， 就讓到我明白得到家庭治療呢個概念。
嘗試融入喺院舍入邊，去幫佢哋特別針對住小朋友，佢哋週末嘅時候有冇機會可以同父母有更多嘅接觸啊？喺個接觸嘅過程當中，去改善翻親子關係，讓到父母有個能力感去照顧得到呢啲小朋友，亦都小朋友能夠感受到個愛。所以係一個家庭嘅工作，而唔係一個單對單淨係 support 住小朋友嘅工作。亦都係呢樣嘢咧，慢慢地讓我覺得其實原來要幫得到我呢一班嘅小朋友咧，真係要主力去更加去發展翻家庭嘅服務，咁就讓到我覺得自己嘅不足啊，其實咁多年嚟可能有啲嘢係做到嘅，咁我就好想自己再盡心去喺家庭治療裏邊有更多嘅學習，亦都促使到我咧慢慢地去到後來嘅時候就去咗英國去進修。其實你當時去英國咧，你係帶住一個點樣嘅願景？你係希望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嗰陣時離開咧，我諗都抱住一個學習嘅心態啦，好希望咧就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可以攞咗啲嘢翻嚟香港嘅。所以離開嗰刻係諗住會翻嚟，諗住攞啲咩翻嚟咧？希望可以學習到更多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係尤其是歐洲嗰邊嘅一啲嘅家庭治療嘅概念咧，其實好少喺香港去談及㗎。咁我好希望咧，真係過到去英國嘅時候，第一佢有一個好成熟嘅一個註冊體制啦，或者個認證都係一啲好紮實嘅一啲嘅認證，我好希望喺嗰邊咧學習到知識，同埋都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幫助到香港去發展翻嗰個嘅註冊體制啊，或者成個嘅教育嘅流程啊，家庭治療嗰個嘅培訓嗰個嘅流程，好希望可以喺當中去參與。咁就於是就一去咗英國啦，生活咗5年半啦。你喺英國嗰5年幾6年嘅時間咧，我諗你都接觸咗好多家庭同埋小朋友啦。你發現喺嗰邊嘅家庭同埋小朋友對比起你喺香港接觸過嘅，其實啲小朋友咧，佢哋有冇啲咩共同地想表達嘅嘢？其實小朋友表達嘅嘢，我諗無分國界嘅喎，真係佢哋好一致地，好需要一個安穩嘅地方。嗰個安穩唔係講緊有屋住，有幾多嘅生活環境要幾充裕。唔係呢類，而係好希望有一個平穩嘅父母嘅相處模式。我諗即係佢哋相對嚟講咧，如果要計英國嘅小朋友，佢哋會有一個模式，想像得到父母可以和平地分開嘅。如果唔一齊，但係其實佢哋都好希望，無論父母嘅關係如何都好，好希望佢哋能夠平和安穩嘅，就少嗌交，亦都唔好有好多嘅冷暴力啊，或者係一啲好冷漠嘅模式嘅。咁我諗翻嚟香港其實一樣嘅，所有小朋友都好希望父母係可以平和地相處。當然啦，更大嘅願望就係希望可以一個幸福嘅家庭，可以父母可以一齊同佢哋同一屋檐下一齊生活。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小朋友個願望咧都係好一致、好清晰嘅。其實呢個係冇分文化背景嘅。有啲乜嘢令到點解大人都成日聽唔到佢哋講嘢嘅？其實有理解嘅，因為大人慢慢地就面對住生活嘅困擾。面對住佢嘅工作壓力，或者夫婦之間嘅矛盾，好多時咧已經攞晒佢哋嘅專注力，佢哋已經覺得俾緊盡佢嘅能力去俾緊最好嘅俾小朋友，但係往往就係誤會咗俾好好嘅生活環境，俾佢學佢想學嘅活動，就以為可以滿足得到佢哋嘅需要，但係小朋友原來佢更重要嘅係父母嘅關係。Lucy，你陪過咁多家庭去嘗試處理佢哋家庭嘅情況啦。其實呢一段咁長嘅歷程咧，點樣影響到你自己對你自己家庭嘅睇法？其實都好多謝每一個唔同嘅個案啦。其實見完佢哋嘅生命嘅故事嘅時候，都會提醒到我，可能我哋翻去自己生活嘅角色當中，其實就係只係需要做好自己嘅身份。我係一個媽媽，我係一個女，我係一個太太。有啲時候我都覺得需要幫手，揾人幫手嘅喎。咁我又會走去揾人哋幫手嚟到去傾下。其實都冇話專家可言嘅，其實都係冇一個絕對嘅標準。我要點樣去飾演呢個角色，而係翻去此時此刻，我真係凝望翻我自己嘅小朋友、我先生、我嘅父母嘅時候，我個角色就係要去做一個家人啦，做一個去體察得到其他家庭成員嘅困難，與此同時亦都去明白佢哋嘅需要。其實都冇話專家嘅，我會放低咗呢個嘅角色。
當初去英國咧，你話離開係為咗翻嚟啦，包括可能喺認證嘅制度啦，同埋點樣推廣家庭治療方面。咁你翻咗嚟啦，都幾年嘅時間啦。你覺得你而家點樣回應緊呢個初心啊？因為其實一翻到嚟都希望係將嗰個知識啊帶咗翻去香港啦，同唔同嘅專業人員去分享。其實都做緊，一直都做緊。由最初一到步已經係喺香港大學嗰度工作啦、教書啦，而家就係再進一步地喺家庭治療裏邊咧係繼續發展啦。都覺得自己踏實地行緊條路，但係每一步唔係咁清晰嘅，唔係咁清晰地一定係咁樣行，咁樣就會做得到，係摸索階段。因為我都個心願係好希望更多人去認識呢一件事，喺我英國嘅見到啦，或者世界其他嘅地方啦，佢哋嘅一啲嘅認證嘅體制咧，係好需要一樣嘢，就係佢哋本身資歷嘅認證啦，究竟佢需要有幾多嘅年嘅教育嘅背景啦，再然之後註冊咗之後，亦都有一定嘅規範，包括可能係要有保險啊，要有持續進修同埋督導啊。咁我好希望將呢一套咧都可以喺香港裏邊都讓到更多人知道有呢一個認證體制。與此同時，亦都可以揾到要揾嘅人幫手嘅時候，都識得喺邊度揾咯。我都相信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咧接受幫助求助嘅嘗試嘅 quota 唔多嘅，佢哋會願意去打開個心去揾人幫手。如果唔能夠揾到一個合適嘅人幫到佢手咧，有機會係一個創傷啦，有機會會攤開晒自己嘅過去嘅事，然之後會好大嘅失望，甚至乎會令到佢哋唔想再去求助。咁所以我好希望地繼續可以建立得到一個方法，讓到可以保障得到求助嘅人咧，係得到佢哋揾得到佢哋想要揾嘅人去幫手啦。因為你哋都係好專業嘅助人者，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有更嚴格嘅要求，其實係對我哋大眾嚟講有一個更加好嘅保障。因為就好似你咁講，其實每個人去求助嘅勇氣係可能會有用完嘅一日嘅。到時今日都同你傾得好開心。去到我哋節目嘅尾聲咧，我哋有一個小小嘅儀式嘅，就係我都會邀請嘉賓啦，除咗同我傾偈之外，都會同唔同嘅人做一個簡單嘅對話。首先就係同你一樣啦，如果都係好有心去推動家庭治療，或者係去修補家庭關係嘅同業，有冇啲咩想同佢哋分享嘅？呢個過程咧，其實都唔容易嘅。可能零零星星地，我哋都有唔同嘅人咧，已經喺香港嘅唔同嘅角落啦。甚至乎亦都有一批咧去世界各地。我哋係容易多咗好多去接觸到嗰個資訊，亦都嗰個嘅知識上慢慢都滾傳得多咗好多。更重要嘅就係可能凝聚得翻一班人，可以就住同一個目標咁去發展。又或者咧，用翻家庭治療，我哋用系統理論嘅角度咧，有啲時候就好似子摸象咁樣去理解緊呢個社會發生乜事，呢個家庭發生乜事，可能只係需要坐埋一齊去共同去合作，共同去一齊去思考嘅時候，就已經可以進一步咁去發展翻呢個家庭嘅方向。又或者個對象都唔係一定要係家庭治療嘅相關嘅工作，就算一個學校嘅部門嘅人啦、醫療體制嘅人啦、社工啦，其實每個人都係好重要，可以聯繫埋一齊嘅時候，共同集中同一個方向去幫助個家庭，就已經達到我哋嘅目標。對於一啲可能係覺得自己困咗喺一個家庭關係裏面，咁個關係嘅問題可能係一啲創傷啦，或者可能係一啲照顧上嘅責任啦，或者係日常溝通嘅一啲磨合。對於佢哋可能都有少少想踏出第一步去尋求幫助嘅人，有啲咩想同佢哋講啊？我諗有個自我嘅覺察，覺得自己個狀況唔係好對路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都好叻嘅。即管去同身邊嘅人傾下先啦，可能係朋友，可能係你留意得到你有困擾嘅人，去傾下偈先，然之後再去諗下，會唔會可以行出去一步？究竟出邊有啲咩人可以幫到手嘅？簡單至可能上網去揾下，呢一步唔容易嘅，老老實實去思考自己係咪揾人去幫手。而我亦都試過，可能喺人生嘅階段當中試過需要揾人去幫手，嗰下係會好 struggle。但係當你跨過咗呢一個嘅 struggle，去揾人幫手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方法總比困難多，你會揾得到一個人可以承載得到你困難，然之後陪你去解決呢個問題。最後啦，如果你可以同自己講一番話，可能係以前嘅你、而家嘅你或者將來嘅你，
你會想講一番點樣嘅説話？我第一樣嘢，我諗我想多謝屋企人嘅，因為真係一個成長背景，或者係我身邊嘅另一半，讓到我慢慢去建立起今天嘅我。我好多謝以前嘅我，好勇敢地或者好敏鋭其他人嘅需要，讓到我知道我自己想行一條點樣嘅路，亦都好多謝而家好堅毅嘅一個嘅我去行上一條唔容易行，亦都比較少人會揀嘅路。特別係喺人都會離開香港嘅時候，我選擇喺一個最差嘅時候翻嚟，跟住然之後慢慢去摸索所有人都唔揀嘅路嘅時候，我繼續去一步一步地去發掘自己嘅方向。我諗而家都唔係一個好清楚自己下一步想點或者要做啲咩，但係我諗個願景係喺度嘅。我好想鼓勵自己堅持地行，其實都可以成為其他人嘅祝福，其他人嘅光。好多謝 Lucy 咧，今日上嚟同我哋用家庭治療嘅角度分享一下家庭究竟係點樣嘅一樣嘢。同佢傾偈之後咧，我先至發現原來家庭咧真係貫穿喺人生唔同階段，基本上每一段關係裏邊嘅。其實每一個人咧喺每段關係裏面咧，都會有一啲大大小小嘅不安。好多時我哋覺得係問題嘅嘢咧，原來喺家庭治療嘅角度裏面咧，嗰啲問題只係痛點啫。其實真正嘅問題所在咧，就睇下我哋係準備好去探索嗰個根源未啦。咁Lucy作為一個專家啦，其實對於點樣睇家庭咧，佢自己有一個反思，我都覺得好有共鳴嘅。就係當佢離開咗治療室，返到家庭之後咧，其實就係做返好自己喺每一個關係裏面嘅身份啊！我同佢都一樣啦，可能係講緊返到屋企啦，點樣做一個好啲嘅太太，點樣做好一個媽媽嘅角色，又或者可能點樣做好一個父母嘅女。其實呢一啲崗位咧，自己認清之後，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能同身邊嘅人去講下啦。呢啲崗位大家會唔會有啲咩互相嘅補位啊，互相嘅支持可以做到啊？多啲體諒啦。呢一個咧，應該就係維繫家庭嘅第一步，亦都可能係最重要嗰一步。睇緊呢個 channel 嘅你咧，好多謝你嘅支持。如果你對於家庭或者家庭治療都有故事想分享咧，記住留言同我哋講啊！因為你嘅感動同埋你嘅分享咧，係我哋繼續做好每一集嘅動力。記住 comment、like、share 我哋今日嘅影片，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